议长郭信良指出，玫瑰木乐团伫2006年成立以后，借由真实的故事改编歌曲，传达对社会的关怀。近年来更加行入校园，用音乐的演唱加讲故事的方式来宣扬生命的教育。因为团长苏思阳本身是基进部的医师，同时嘛是扶轮社的社员，因此今年伫台南幸福扶轮社的号召，发动国际扶轮3470区，总共14个扶轮社举办校园巡回音乐讲座，得到议长郭信良甲教育局长陈成辉的肯定。我非常的支持这项的活动，那也希望这次的活动呢能够带动整个教育在校园里面学生对于反毒的功能绝对不能够碰触，还有对这个社会、对家庭的温暖让他们知道生命的意义，让他们知道生命的重要，未来对国家的栋梁的一份子。心理的资本，我们关心大概就是自信那有没有未来的目标、希望，还有没有乐观？最重要的就是韧性。韧性就是说，一定会有失败的经验，但是失败了能够很快爬起来，这个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透过大家的力量，给孩子支持，让他们的挫折容忍力呢能够提升，然后有失败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支持的力量之后，他能够很快爬起来。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持续在努力。你也知道，10几20岁的小孩子，说也说不得，讲也讲不听，那我们就唱给他们听吧。所以呢，就是由玫瑰木乐团前进校园，举行一场一场的生命教育音乐演讲，带来这一些让能够孩子们可以感动到他们，也许会听了一场音乐会之后呢，有可能会改善亲子关系，甚至是恢复他们同才之间的感情，或者是说改变了他的人生观，一切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呢，我们生命教育就是这么的有影响力。这个音乐会本身又是属于我们青少年服务的一环，我们透过生命故事的分享，以轻松活泼的摇滚音乐会的方式呢，来对青少年进行生命的教育。希望引领青少年跳脱自我，更珍惜现有的一切。玫瑰木乐团每一场的音乐表演，结合生命故事的讲座，用生命来写歌，甲音乐来讲故事，透过校园的巡演，感动青少年对生命教育的意义。第一场将伫9月15对后壁国中来展开。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